咁然後去到禮拜五嘅時候呢，就有另外一隻股票食糊啦，接近20萬嘅盈利，就係1347華虹半導體。咁當時我係9月18號，我喺56蚊呢度去買入嘅，止蝕我 set 咗係51蚊，56蚊就係黃色線呢個價位啦。OK，咁你見到呢個價位呢，亦都係新一段升浪開展嘅一個位置嚟嘅。其次呢，另外一個原因，我買入華虹半導體就係因為當時同板塊呢有另外一隻領導股去同步啟動升勢嘅，咁就係981啦。其實佢都係同時間展現咗一段升勢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算係一個板塊嘅加成。咁而買完之後呢，幾乎係即刻就進入咗一段升勢嘅。OK，咁個回報都係嚟得好快嘅。咁啊18號買完啦，去到今個禮拜五嘅時候呢，已經去到差不多20萬嘅盈利。咁所以當你個買入位夠準，你選股選板塊亦都夠準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即買即升，個盈利係可以嚟得好快嘅。